大家好，歡迎大家嚟到今次嘅分享會啦，我會錄影嘅，咁陣間咧我都會去分享翻我嗰個 PowerPoint，請你等一等啊。好，大家睇唔睇到個 slide 啊？係咪都 OK 啊？如果 OK 嘅話，可以喺聊天室嗰度話我知啊。OK，就 OK，唔該晒。好，歡迎大家嚟到今日嘅夢修行1500天的心法分享會。我係臨在 Presence。咁咧，好多謝大家咧，今日咧嚟參與呢一個嘅分享會。我相信咧，大家嚟得呢一個分享會咧，都可能咧係對一啲topic 咧係有興趣嘅，都想了解下你哋係對夢境有興趣啊，對修行有興趣啊，對潛意識有興趣啊，定係其他咧嚇？大家都可以咧喺個聊天室度咧就踴躍去分享啦嚇。如果大家咧陣間有啲乜嘢突然間諗起嘅，又或者關於夢境有啲嘢你有疑問嘅話咧，都歡迎大家可以咧喺聊天室咧去分享嚇。咁我陣間都會咧睇一睇大家嚇有啲咩問題啊，我都會咧去一一作答翻嘅。好。咁我簡單介紹下自己啦，我係臨在 Presence，我係一個潛意識工作者、夢境煉金師、夢行者、心靈拼貼指導員。相信大家咧參與呢一個嘅分享會之前咧，可能都對我嘅簡介都認識㗎啦。咁我唔喺度咧，即係去詳細去講啊。我本身咧係一個潛意識工作者啦，我咧比較擅長咧去運用一啲潛意識嘅工具，去同我 client 啦去連結嚇，讓佢哋咧能夠認識多啲自己。讓佢哋咧去探索一下潛意識究竟想同佢哋去了解下，去溝通嘅一啲咩信息。我咧最擅長咧就係用夢境同埋心靈拼貼去同人咧去做一啲嘅連結啦，去做諮詢嘅。咁我咧亦都係個夢境煉金師嚟嘅，主要咧我都係會同人咧做啲單對單嘅夢境嘅諮詢啦，或者係做一啲嘅做夢者夢卡呢啲體驗等等啦。咁但係我今日咧就唔講太多關於即係傾夢嘅嘢，我主要咧係想同大家咧去分享我作為一個夢行者，即係夢修行者嘅一啲嘅心路歷程嘅。咁咧我直至而家為止啦，咁咧連結夢境咧就大概都有4年半嘅時間啦。其實咧講到由細到大啦，我都係咧好知道啊，好清楚自己咧係有發夢嘅，每一晚我都有發夢嘅嚇。咁但係咧，我亦都冇乜興趣去知道究竟啲夢境有咩意思。我純粹咧係好 enjoy，好享受咧夢境嚇帶俾我嘅一啲嘅好玩啦，或者咧係即係一啲好多唔同嘅感受啦等等啦。咁咧直到去2021年係啦，我嘅親友啦，突然間就離世啊！咁我哋經歷咗一啲嘅生死嘅課題啦，讓我咧就同屋企人咧都有一個創傷咁樣樣。咁當時咧好機緣巧合之下咧，夢就揾上咗我啦。我就發咗好多夢境咧，都係關於我嘅親友嘅。咁啊，當時咧亦都有做一啲嘅輔導啦。咁咧我就將我啲夢境咧就同輔導員咧去傾，一路咧去傾嘅時候咧，我發覺咧我咧喺嗰一年咧一步步咁樣。係經歷咗哀傷嘅5部曲嘅，咁大家如果咧對哀傷5部曲有興趣嘅話咧，咁都可以上網咧去了解下究竟係點樣樣嘅。咁我發覺咧，哇！一路咧同輔導員去傾談我個夢境嘅時候咧，哇！原來夢境咧係咁 powerful 嘅喎，佢俾咗我好多信息，讓我睇到我嘅情緒啦，我嘅價值觀啦，嚇我嘅行呢一個哀傷旅程嘅心路歷程啦，點樣去轉化啦，將一個創傷慢慢轉化為咧一個成長啊！阿輔導員都同我講話啊，我有一個創傷嘅成長，我覺得咧成個過程咧都係好 amazing 嘅嚇。雖然當然都有唔開心嘅部分啦，同時我覺得一步步成長咧，我覺得自己咧亦都唔同咗啦。咁所以咧我覺得哇，夢境真係好正喎，每一個人都會發夢噶嘛。咁所以咧，我好想將呢樣嘢分享。咁啊，當時咧，除咗我自己的起心肝，真係咧去記錄我嘅夢境之外咧，我亦都有去學習夢境啊、解夢一啲嘅課程啦嚇。咁所以咧，其實都係有好多機緣巧合之下咧，讓我去理解夢境係啦。
咁啊，呢4年半當中啦，其實我自己可能我都真係有一個天分去記錄夢境嘅。我連結夢境咧，幾乎咧每一日都會記得嘅，大概9成半嘅日子我都記得啦。咁所以咧，我而家咧就我今日嗱，我睇翻咧，我係記咗1562日嘅夢境嘅，係啦。咁以夢境嚟講嗰個量嚟講啦嚇，咁因為咧，我有時可能會記到3、4個唔同場景嘅夢境啊，唔同場景就當一個夢境㗎啦已經嚇。咁我有時咧會多到咧多產到咧可以係十幾二十個場景嘅夢境，我都會記得嘅咁樣嘅。咁所以咧平均我當啦5個啦，每日5個嘅話咧，咁我都已經超過7500日嘅夢境㗎啦，不斷喺度記錄呢個夢境。咁有啲朋友可能咧聽到咧都會覺得哇林再好誇張喎嚇！你即係記錄夢境，你咁樣咁投入去沉迷去記錄夢境，咁會唔會好攰㗎嚇？會瞓唔到覺㗎咁樣樣。咁咧對於我嚟講咧，因為我真係親身經歷過夢境俾我一個咁強嘅影響力，讓我完全好似脫胎換骨一樣咧。咁所以咧，我係好樂此不疲嘅，完全唔覺得攰嘅。因為其實咧，記錄夢境都係好輕鬆嘅，咁陣間都會講下嚇，即係話俾大家知係，即係嚟緊嚇都會有啲課程讓大家咧睇下啊點樣可以咁輕鬆去連結夢境啦。咁另外咧，話瞓唔瞓到喎？咁啊，其實咧，你瞓到覺先至能夠有夢啊嘛。咁所以咧，其實一定係瞓得好。或者你瞓着咗，你先至會發夢啊！咁所以咧，其實你有發夢咧，每個人都有發夢，每一晚都有發夢，只係你記唔記得咁解嚇。所以咧，其實我哋發夢咧係唔會影響我哋睡眠嘅，完全唔會影響，反而調翻轉，如果你剝奪咗某個人嘅發夢嘅時間咧，佢可能咧就真係會精神衰弱，甚至乎死亡㗎嚇，可以去到咁嚴重嘅。咁所以咧，其實發夢咧係對我哋係非常之有益處，同埋咧係好多功能嘅。咁呢度我唔詳細再講啦。咁我都想再同大家即係分享下我嘅心路歷程，就係哇記咗好多夢境喎，呢啲夢境好有趣嘅。咁啊〜佢好似我其中一個歷史檔案咁樣樣，有啲人咧會係記即係日記啦，以日記形式去記錄夢境啦，以日記寫日記咁講嚇，寫日記。咁但係同時咧，夢日記咧比你嘅真係你意識上面寫嘅日記咧係真實得多嘅，因為我哋好多時可能寫日記嘅時候咧，都可能會隱惡揚善啦嚇，都會咧可能會美化咗自己啊，壓抑咗自己一啲嘅情緒等等。但係夢境係完完全全真實去反映你當時當刻嗰個情緒、嗰個嘅行為模式嚇，你嘅價值觀等等嚇。所以咧，其實咧，呢啲夢境啊，都係一啲好真實嘅一啲嘅你嘅部分嚟嘅。同時咧，我自己覺得嚇。啲人成日話人生如夢，夢如人生。其實對我嚟講咧，人生就係夢，夢就係人生。其實咧係同一樣嘢嚟嘅。咁啊，因為咧，大家可能會覺得哇，即係好係咪要修行到去即係10年8年先至修成正果咁？其實冇嘅，即係呢個係一個 lifelong 嘅 process，一個一生嘅旅程啦。咁但係咧，我親身經歷過啦，我去不斷記錄夢境。頭2、3個月咧，我已經開始咧，咦，好似咧搭通咗天地線咁喎，我感覺到，咦，好似我個內在世界同個外在世界咧，好似一體嘅喎，好似交織埋一齊嘅喎，即係唔知大家以前中文科有冇讀過一篇文章係講天人合一啊嘛？我真真正正咧係體會到乜嘢叫做天人合一，就係原來我個內在嗰個世界，甚至乎我可以講話係一個宇宙嚟嘅，真係一個無邊無際嘅宇宙。其實只要你真係記得，或者你係去好有意識、好有呢一個意向去連結夢境嘅話咧，其實你嘅世界係會大好多啦。同埋咧，我會覺得人生係抵玩好多。除咗你喺日間嘅生活之外咧，你嘅夜生活咧都係真係多姿多彩啊！咁所以咧，我真係覺得用夢嚟修行係一件即係幾正嘅一件事咁樣樣啦。咁大家可能都會問啦，哇！
即係夢修行係咪真係好似要我咁樣啊？每一日都要記夢啊？記到咁多夢啊？係咪啫？其實唔係嘅，每一個人個 pacing 嚇，即係佢嗰個步伐或者節奏都唔同嘅。即係我都唔會要求嚇，即係身邊嗰啲人即係咁樣做啦嚇。咁大家每人都會有自己嘅節奏。同時咧，點解我會係即係咁誇張咧？可以去到嚇，即係記錄嗰個嘅量。咁我估啦嚇，可能都真係因為本身我係一個超級 I 嘅人嚟嘅嚇，即係喺個 MBTI 啦。咁大家可能知 I 人同 E 人，I 人咧就係一個內傾嘅人嚟嘅，佢哋咧就係好中意咧喺內在嚇探索內在咧，從而咧係獲得能量。我係咧90%係 I 嚟嘅，咁所以咧我係好中意，我係非常之投入咧去探索我嘅內在世界嘅，我就係咁樣嚟叉電嘅。所以即係而家咁樣啦。即係我平時都唔係好中意講嘢咁，但係咧，當我講夢咧，我係停唔到嘅。我驚陣間超時咁，大家都係啦，即係要提一提我咁樣樣。咁啊，同時咧，咁我估啦，因為咧，其實一路我去連結夢境，我覺得咧，好似一個 calling 咁樣樣嘅感覺咧，好似啊，有一個聲音同我講，即係咦，我好似咧要走喺呢一個夢同潛意識工作嘅路上咁樣樣。咁啊。因為我咁願意去接觸呢一樣嘢嘅同時咧，潛意識都會咧啊，真係有求必應啦！我咁投入，咁佢自然會俾好多源源不絕嘅資源我，讓我亦都去咧不斷每一日去連結我夢境咧。其實咧都係俾我一個練習啊！嚇，我越嚟越懂得潛意識嘅一啲嘅語言嘅話，我去能夠貢獻俾大家嚇，能夠同大家去同行，去傾夢，去連結潛意識嗰個能力咧，就越嚟越強啦。好，咁啊，去到係啦，呢一個內在道場啊，點解我會咧稱呢一個夢境係一個內在道場咧？咁我都想咧，即係同大家即係了解一下啦。唔知大家咧其實捨唔捨得瞓覺嘅咧夜晚？我都想了解下。如果你即係平時可能哎呀成日都夜晚唔知做咗咩喺度碌手機啊，或者睇下啲視頻啊等等啦，咩都好啦，啊就係唔想瞓覺嘅。唔捨得瞓覺嘅，請你打個一字，係啦。你中意瞓覺嘅，你好願意係啦，享受瞓覺嘅，請你打個二字。等我睇下大家係邊一類型嘅先。Elaine 話係啦，享受瞓覺，中意瞓覺嘅喎。其他朋友仔咧，Alex 都係二，蘇怡得亦都中意喎，咁好好喎。中意瞓覺咧嚇，其實咧係比較唔容易失眠嘅嚇。你中意瞓覺，其實咧就好難失眠嘅。K 就話 both depends on whether I need to work。哦，咁如果可能即係要做嘢嘅時候，可能你真係要做嘢嘅時候，就真係有正經嘢做啦，係嘛？咁所以咧就真係要去分神去做其他嘢啦。明白明白，好好啊，多謝大家嘅分享。咁咧。其實咧，香港人啦嚇，其實都係好講求效率啦。哎呀，覺得咦，我真係時間係得咁多嘅啫喎，我好想咧做多啲嘢喎。做完嘢之後，我又好想多啲娛樂、多啲享受，有自己 me time 喎。咁同時咧，我想同大家去講啦，其實咧，你瞓覺咧係讓你更加能夠提升你嘅效率嘅，讓你更加能夠輕鬆去處事或者係去做好多唔同嘅嘢嘅。咁夢境咧，其實咧係一個場域啊，去讓你咧可以去一個喺一個內在道場咧，讓你可以學習，可以去演練好多嘢嘅。咁例如我自己有一個嘅例子啦，就係因為我都同潛意識好 friend 底啦，已經即係咁多夢境，咁你都知道我同佢好好溝通都好好噶啦。咁我就覺得即係咦有段時間咧都冇用過我某個外語喎，我日文喎咁樣樣，我就哎呀，潛意識，我想練下日文啊！你可唔可以咧喺夢當中咧揾啲日本人咧同我傾日文啊？咁樣咁咧，即係嗰晚就即刻嚟噶啦嚇！咁咧佢咧就派咗一啲係日本專員咁咧，就同我咧去傾日文啦。咁呢個咧就係一種咦可以喺夢當中學習嘅喎嚇。咁當然有啲可能係意識上面去做啦。例如咧，真係科學實證咧。清醒夢 （lucid dream） 嚇，唔知大家有冇發過清醒夢啦？就係你知道自己喺夢入邊發緊夢嘅。有時咧呢一啲嘅清醒夢咧都可以咧有一啲功能，就係有啲嘅可能係運動員啦、音樂家啊、演說家，佢哋咧想去
練好啲，或者咧係提升自己嗰個嘅能力嘅時候咧，佢哋咧就會可能喺一個嘅清醒夢嘅場景當中咧，去練習、去演練、去做一啲 rehearsal 嚇。咁咧其實咧喺潛意識嘅領域入邊咧，你做嘅嘢咧係事半功倍嘅嚇。咁所以咧，你去到現實當中，你嗰個嘅表現咧係會比你日常嚇嗰個練習咧係更加有效率嘅嚇。咁所以咧，其實大家如果覺得哎呀喺日常生活你冇時間做好多嘢啊，放心啦，你瞓多啲覺咧，反而咧可能可以幫到你嚇去學習、去工作、去做你想做嘅嘢。同時啦，唔知大家咧有冇都體驗過啊？例如咧，可能你7點鐘鬧鐘響咗啦，然後你唔想即係賴床15分鐘嚇，咁即係瞓嗰15分鐘，你發覺咧你又發翻夢喎嚇，你發咗可能3、4個場景嘅夢都未定喎，好有趣嘅。你會發現咧15分鐘咧，你可以發到好多唔同嘅夢境。咁咧其實咧，因為潛意識嘅世界咧，時間係扭曲嘅嚇，同我哋現實當中嘅時間咧係唔同嘅。咁所以咧，成語都有話啦，南柯一夢，黃粱一夢，可能喺短短一晚嘅夢境入邊咧，你可以咧體會到成個人生喎。咁所以頭先我都所講啦，即係如果你記得你嘅夢境，咁其實你係幾好玩咧，係幾抵玩咧呢一件事咁樣樣。咁所以咧，喺夢呢個場域裏邊咧，嘅時間係好抵用嘅。咁所以咧，我都會覺得呢個夢境就好似咧奇異博士 Doctor Strange 咁樣，佢喺一個場域嗰度咧就可以去練習。好多嗰啲嘅練功啦好似 Matrix 入邊嘅 Leon 亦都係某個 Matrix 嘅空間練功啦，其實都係同一件事嚟嘅。咁另外啦，如果大家可能咧有時都因為有啲事情讓你困擾嘅時候啦，你都會覺得哎呀，成日唔停咁樣去諗，唔停咁樣去用腦去諗應該點樣解決問題嘅時候咧，咁其實咧我覺得有個諺語即叫做 sleep on it，係啦。即係瞓下，你瞓啦，瞓一晚啦，瞓一晚咧，其實咧好多嘅問題咧，都可能會迎刃而解嘅咯喎，隨即解決咗嘅咯喎，因為咧喺瞓覺同埋發夢嗰個期間咧，其實就係潛意識開始運作，去將佢嘅擁有嘅無限嘅資源咧，去解決問題啊，解難有個能力咁所以咧，其實咧，我好多時而家咧，有問題咧，我唔會即係日間去不斷去諗，我唔理咯，我就咁擺低我有個問題喺度，我第二日咧可能就會透過夢境或者透過可能我半夢半醒之間已經叮一叮，已經咧，咦有個答案出咗嚟啦，咁所以你話其實運用夢同埋潛意識咧，咁人生係咪輕鬆好多咧？好，咁咧跟住之後咧，就想同大家講下啦。潛意識咧，其實咧係一個即係心想事成嘅一個力量嘅，即係大家可能都了解吸引力法則啦嚇。咁其實咧潛意識正正就係讓你心想事成嘅一個好好嘅工具啦。咁大家可能會諗啦，心想事成咁即係點啊？嚇，我好多時可能我想揾好多錢。我想揾一個伴侶，但係點解我永遠都冇咧？係咪因為你嘅潛意識其實唔係咁諗咧？你會唔會發覺到你自己其實潛意識係有另外一個諗法咧？當你同你嘅潛意識咧能夠一致嘅時候咧，你就真係知道自己乜嘢係心想事成啦。咁呢個當然咧就係一個去需要時間去探索嘅一個歷程啦。同時咧，如果簡單啲咧，其實喺個潛意識世界咧，其實係都幾好玩嘅。咁例如我有時即係可能喺香港嘅時候，可能未必有時間去旅行啦。咁我都會悶悶地，咁不如咧就即係落單啦，向我嘅潛意識落單，我就話：哎呀，我想去某個地方去玩下，去開心下咁樣，咁我就可以去嗰個地方啦。喺個夢境當中咧，佢就會聽到你嗰個嘅request 咁樣樣啦，你嘅要求。咁有時可能想見某個人好耐冇見過某個人咯喎，都可以咧去夢入邊咧相遇嘅喎，只要你想嘅話就可以嘅啦。咁同時咧，如果頭先啦，可能有啲嘅問題你真係有一個問題，你好想去了解，你最精準、最獨一無二嘅答案咧，就係潛意識俾你嘅。呢一個過程咧就叫做孵夢 （dream incubation）。咁我陣間都會講下咧，係咩嚟嘅嚇。咁我哋咧就係咧透過臨瞓前係啦，
問一個問題，然後咧就等潛意識咧透過夢境去話翻俾我哋知，係啦，呢一個方法咧係俾你咧去問周圍嘅人啦，問其他嘅可能 AI 啊，問 Google 咧係更加能夠貼合你自己，因為潛意識就係你一部分，所以佢清楚你係有一個最好嘅一個方案俾到你咁樣樣嘅。咁啊，所以咧，當你迷茫嘅時候咧，潛意識咧係會提供一個方向俾你嘅。只要呢樣嘢係對你有益嚇，佢咧就會咧話俾你知嘅。咁啊，另外輕鬆一啲啦，咁大家可能咧都可能有中意煲劇啊、睇戲啊咁樣樣。咁其實咧呢幾年咧，我係越嚟越少睇戲同煲劇嘅。咁因為我自己覺得咧，煲劇都好花時間。雖然而家都有啲叫做好短嗰啲微短劇嗰啲啦，咁但係咧，由於我經常都夜晚午夜場啊嘛，我係玩午夜場嗰批人嚟噶嘛。我發覺咧，哇，其實呢啲夢境咧，真係咧好似 Netflix 咁樣嘅，真係一個咧無限大嘅串流平台，每一晚都會有唔同嘅夢境嚇，你可以咧自編自導自演一啲嘅唔同嘅角色啦、場景啦嚇，咁我都真係好 enjoy 嘅嚇，好好玩嘅覺得。咁我成日都覺得啦，每一個片啊，每一個即係呢一個夢境咧。又短短地，有時都唔會好長噶嘛。當然有啲係大長篇啦，同時好多時都係短短地。啊，覺得都幾易入口嘅，我會覺得嚇，幾容易去享受呢件事啦。咁同埋咧，好有趣就係咧，你會發覺咧，每一個夢境嚇都係每一個細節出現嘅人事物咧。其實都係潛意識精心設計嘅嚇，冇一個偶然咧，會出現某個人，會出現某一啲嘢，或者係出現呢個咁嘅情節嘅。咁所以咧，當你慢慢咧去修行嚇，去夢修行進入呢一個嘅場域嘅時候咧，你會發覺，哇，原來咧你慢慢開始咧感受得到，咦，佢想同你講啲咩嘢咁樣樣。咁所以咧，我會覺得啊，呢一個夢境咧就係我最享受嘅一個娛樂啦。最後咧，我都想同大家分享咧，就係咧，信任自己個潛意識啊，係啦，即係我喺呢4年半當中啦，我覺得自己咧，真係有好大嘅轉變嘅嚇，我覺得自己係喺嗰個內在成長當中咧，簡直係暴風式咁嘅成長啦嚇，不斷喺度升 level 啦，同時咧，我亦都真係理解到我自己究竟我嘅人生嗰個嘅方向係點樣啦。我嘅潛能喺邊度啦？嚇，等等咁樣樣嘅。咁咧潛意識咧，其實係一個好龐大嘅寶庫嚟嘅，就好似一個雲端咁樣樣嚇。呢個雲端咧係擁有晒你所有嘅資訊，喺過去、現在，甚至乎未來嘅嘢咧，佢都會知道嘅嚇。咁所以咧，佢其實係比一個 AI 更加強嘅。咁啊，即係雖然我都係用 AI 嚇，咁同時咧。我覺得咧，真係潛意識啊，暫時為止啦，我唔知日後 AI 會發展成點啦。但係咧，我覺得潛意識嗰個嘅 power 咧係好犀利嘅。AI 叫做咩啊？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啊嘛。咁但係咧，潛意識佢嗰個嘅智慧係咩啊？佢一個 wisdom 嚟嘅。呢個 wisdom 其實係俾到你係好強大一個力量嚇，有時你會發覺，咦，喺夢當中咧，你突然間會可能遇見你幾十年前冇見過嘅一個朋友啦，或者係一啲哇好耐之前經歷過嘅一啲嘅地方啊等等啊，你發覺，咦，其實咧我喺意識上面基本上已經冇再記得呢啲嘢嘅咯喎，但係點解佢潛意識咧又會抽取翻、提取翻呢一啲咁樣嘅人事物去建構呢個夢境咧咁樣樣？咁其實咧，你會發覺潛意識咧，佢係一個好龐大嘅即係一個嘅寶庫嚟嘅。咁我其實而家咧，即係以前都會有擔心啊，我其實咧好似唔係好記得嘢咁樣，但係我覺得我而家咧唔使特登刻意去記好多嘢，我只係相信我潛意識。有啲嘢，我要記到咧，我就自然會記到噶啦，咁樣樣。咁所以其實潛意識係一個好強大嘅一個iCloud 咯，可以咁講啦。咁同時咧，我會覺得咧，嗱，你用 AI，咁當然都要學習 AI。同時咧，你咧就首先咧，你要學習點樣去 train 個 AI，而去幫你啦。咁咧，我會覺得咧，其實誒。反而調翻轉咧，我本身我自己嗰個嘅 wisdom，我個潛意識咧已經係咁有智慧嘅時候咧，我咧投資喺我自己身上，點樣去同佢去連結，點樣去
誒去同佢收佢嘅理解佢嘅信息嘅話，唔係更加好咩？咁樣樣係啦。跟住之後啦，潛意識咧亦都係我哋最強嘅後盾嚟嘅。咁啊，呢幾年我覺得咧，我自己咧，去體驗好多唔同嘅嘢咧，我都會大膽咗嘅。因為咧，潛意識如果咧，知道我有啲咩差池嘅話咧，佢會透過夢境咧，去可能係輕量級嘅溫馨提示啦，中量級嘅可能就係當頭棒喝啦，嚇，再強烈啲咁可能咧就係俾啲噩夢你嚇一嚇你，即係叫做一個強烈嘅警告嘅俾你啦。嚇，咁其實所以咧，即係你如果係能夠聆聽佢嘅信息嘅話咧，其實咧你就會更加能夠可以嘗試好多嘢，活出更多嘅可能性，揾到你嘅潛能所在嘅。咁所以咧，有一個咁強嘅後盾嘅話咧，其實你可以發揮你更加多你自己本身嘅潛能，你嘅內在好多嘅力量。咁同埋啦，其實好多人可能即係特別係而家呢個世代咧，好多人都會有個情緒當中嘅困擾。其實咧，都係因為你嘅意識同埋你嘅潛意識咧，係產生一個衝突啊。如果我哋一路去透過夢境修行，去將意識同潛意識咧，慢慢咧將佢一致化。哦，我哋開始能夠表裏如一啦，開始真正去活出自己嘅時候，人生咧其實咧係更加自在同埋更加快樂嘅。好。咁啊，究竟邊啲人適合夢修行咧？我話咧，其實幾乎咧好多人都可以夢修行嘅。咁但係咧，有一樣嘢我就係覺得咧，要做好佢嘅。咁我相信大家咧，因為中意瞓覺咧，就應該問題不大嘅。就係咧，我會勸喻一啲朋友仔，如果你本身咧有呢一個睡眠嘅困擾嘅，有啲睡眠障礙嘅話咧。我會建議你咧去處理咗你呢個睡眠嘅問題，先至去做夢修行嚇。因為咧，我成日都覺得嘅，即係你瞓好覺咧，就比其他嘢更加重要嘅。你瞓好覺其實真係你解決咗好多問題啦，已經。咁所以咧，我都會建議大家嚇，即係前提係要瞓好覺，咁先至去做夢修行咁樣樣。咁咧，夢修行有咩好處啊？有啲乜嘢即係點解我會揀夢修行咧？因為其實即係呢個世界修行係即係千千萬萬種唔同嘅法門、唔同嘅門路噶嘛。咁我覺得夢修行咧個好處就係咧，因為咧夢境咧係你每一晚你只要瞓覺咧，你就會發噶啦，所以係免費嘅，完全免費，完全係源源不絕嘅，只要你瞓覺就會有夢境。咁啊，同時咧。好多人即係而家就係身心靈啦，都會係中意透過潛意識去了解自己，係一個好好嘅事嚟嘅。同時咧，我會覺得用夢去接觸潛意識咧係最安全，因為咧啲夢境全部都係你自己潛意識生成嘅夢境嚟嘅。而且亦都係冇任何人去干預佢嘅，因為你嘅意識咧喺你瞓覺嘅時候咧，就已經完全咧就即係好似瞓咗覺，你嘅意識瞓咗覺，而嘅潛意識主導嘅時候咧，咁係冇任何人外界嘅人干預，你自己都冇干預，咁所以咧呢一種修行方法，我覺得係非常之安全嘅，係探索潛意識嘅一個方式。同時啦，咁只要你瞓覺就有夢境啊嘛，咁所以咧，你去旅行你又可以連結夢境啊！我係即係有何時何地我都會去記錄夢境嘅，去到邊度我都會嘅啊！咁所以特別咧，我都同大家講下咧，即係你去唔同國家旅行啊，你嗰啲夢境又會有好唔同嘅即係元素出現，我會覺得好好玩嘅嚇。咁所以咧，有時去唔同嘅地方，你都會去感受一下，咦？你同呢個地方或者你同呢一個地域，會有啲咩嘅潛意識、集體潛意識嘅連結咧，等等咁樣樣，咁係好有趣嘅一件事。咁同埋頭先都所講啦，即係連結夢境、夢修行之後咧，嗰個嘅成長咧，真係好快嘅，係極速升咧嘅嚇。咁啊，大家而家都好中意去接觸係啦，即係身心靈可以希望身心靈健康啦，去連結自己內在啦。咁啊，夢修行，我覺得係一個好好嘅一個方式，去讓大家去探索自己嘅。咁係咪要做解夢嘅工作啊？做呢一個潛意識工作先至去夢修行咧？絕對唔係嘅，任何人都適合嘅。咁我會覺得咧，其實好有趣就係咧，你做咗呢個夢修行，繼續 keep 住做嘅時候咧，嗯，我覺得自己人生咧係
升呢都快啦，但係你話係咪完全冇好輕鬆或者係完全係冇挫折咧？咁一定唔係嘅嚇。我哋係要透過有時經歷一啲嘅挫折咧，去升呢，去超越佢去升呢。咁所以但係個速度會快好多㗎，因為你去每一次去覺察、去探索夢境嘅時候咧，你慢慢已經咧潛意識同意識咧開始去運作啦，開始有轉化啦。咁所以我覺得係一個非常之好嘅修行嘅一個方式嚟嘅。好啦，大家咧講到咁多咧，都希望大家繼續咧留低去聽下我嚟緊呢一個嘅課程，因為陣間有個彩蛋俾大家嘅，係啦。咁咧呢一個第三期夢行者育成之旅咧，咁嚟緊咧就3月咧就會起行噶啦。咁啊，我係一個領隊嚟嘅，我係一個夢行者引路人啦，叫做一個領隊咁樣樣啦。咁呢個行程咧大概就有21日到嘅行程咧。咁啊，因為21日咧，咁大家 intensive 去做呢一個嘅夢工作嘅時候咧，咁你哋咧就會能夠開始feel 到究竟夢工作係點樣去做，點樣去有效輕鬆嚇，最緊要輕鬆嚇，輕鬆連結潛意識同埋夢境。咁咧我就自己研發咗一個叫做4R 輕鬆連結夢與潛意識嘅4部曲啦，讓大家咧能夠了解點樣去 step by step 咁樣去做呢一個嘅夢境工作，係啦。咁另外啦，頭先都講過啦，呼夢 dream incubation 嚇，呢一個咧都係一個好好嘅方法咧，去問夢境，問我哋潛意識一啲問題，佢就會俾到一啲好專屬嘅答案你，都會咧一步步去教你係同你同行，話翻俾你聽點樣去做，大家一齊去做呢一件事嘅。第三啦，第三好好玩嘅，善用共時性 synchronicity，唔知大家有冇聽過啦？就係有意義嘅巧合啊！我哋咧其實係大家可能以為夢境只係咧夜晚先至發啦，其實咧日間咧可能都係一個大夢嚟嘅喎。咁咧，所以咧其實日間同夜間都係環環相扣嚇。我哋點樣去運用呢個共時性咧，去能夠活出更豐富、更精彩嘅人生咧？咁啊，喺第三堂我哋就會講嘅。最後一堂啦，就會係製作心靈拼貼夢卡。係啦，咁啊，頭先我所講啦，我好中意用嘅工具嚟嘅心靈拼貼。咁啊，我哋咧平時夢境好似好虛咁樣噶嘛，咁但係咧，我哋咧就會將呢啲夢境嚇一啲嘅重要元素咧，就用拼貼嘅方式去將佢具象化，然後將一啲夢境嘅精髓提煉出嚟，咁你咧就係一生受用噶啦。咁咧呢個旅程咧，其實我哋咧主要都係好着重呢個實踐嘅嚇，我哋咧都會係去真係一步步去做去實行嘅，即係所以咧，如果你係對夢境或者潛意識係完全喺理論上面咧係唔了解嘅嚇，都係完全可以去做嘅嚇，只要你有發夢嚇，只要你係對呢個夢同潛意識有興趣嘅話咧，係都可以嘅，而且咧呢啲技巧呢啲好簡單嘅技巧咧，亦都係終身受用嘅。咁喺呢一個嘅旅程當中啦，我就會咧開一個 WhatsApp 群組，全程支援大家去實踐呢個夢工作嘅。咁如果大家有啲問題嘅時候咧，都可以喺嗰個時間啦嚇。咁啊 WhatsApp 群組都會繼續嘅嚇。咁啊會定期我哋都會去傾下你會發咗咩夢啊？我哋就會一路去探索啦咁樣樣。跟住咧，我哋都會去創造一個夢行者共修嘅氛圍，因為咧，其實有唔同人一齊一個共同中意潛意識同夢境嘅一個小組去學習嘅話咧，就更加相得益彰啦。同時咧，因為之前有第一期同第二期朋友仔啦，都會發覺哇，原來咧唔同人去一齊去玩呢件事咧，亦都有唔同嘅火花啦，亦都有好多嘅共時性出現啦，係非常之有趣嘅。咁另外啦，完成咗呢4節嘅旅程之後咧，都可以加入一個咧每個月我哋都而家都係繼續 keep 住嘅，每個月咧都會有個共修嘅小組啦，持續去進行呢一個嘅夢修行嘅。仲有一個亮點我都未講啊，就係咧只要你參加咗一次嘅夢行者育成之旅咧，下一次再舉行嘅時候咧，你係可以免費復課嘅嚇，幾犀利幾好玩嚇，即係你可以 keep 住你想去參與嘅話咧，你就可以 keep 住去做呢件事啦。咁啊，適合對象啦，就係你希望咧去了解下你內在世界啦，對夢潛意識靈性探索有興趣嘅話咧，都係非常之歡迎嘅。另外咧，你希望能夠提升你嘅洞察力、你嘅直覺力、創造力嘅話咧，都非常歡迎嚇。對心理學、對潛意識夢境
或者心靈拼貼咧係唔了解嘅話咧，完全歡迎嘅嚇。呢一個係一個好step by step 嘅一個嘅旅程嚟嘅，咁所以大家都可以放心。咁我呢度咧都 show 咗嚇一啲我一路呢幾年咧做嘅一啲嘅夢卡、心靈拼貼夢卡。係啦，咁呢啲夢卡咧就一路就係陪伴住我啦，去俾到我好重要嘅 message 啦，咁樣樣。咁所以咧，其實係好好玩嘅一件事嚟嘅。咁啊，用啲舊雜誌嚇去拼貼嗰啲圖片，好簡單，同時咧係非常之有意思嘅。咁大家咧未試過嘅話咧，真係要體驗一下啦。咁咧簡單講一講呢個課程嘅資訊啦，嚇頭三節咧就會係 Zoom 上堂嘅，咁咧第一節咧就係一個月後3月5號，跟住之後咧就逢星期四嚇3個星期四嘅晚上8點至到10點鐘2個小時嘅一個 Zoom 嘅一個嘅節數啦。另外咧第四節咧就會係一個實體嘅工作坊，就會係3月29號星期日。係啦，大概3個半鐘頭喺觀塘係一個地方，我哋咧就會實際咧真係去做一啲嘅心靈奇啲夢卡咁樣樣。咁而呢一個嘅課程啦，其實咧亦都係好歡迎呢一個海外嘅參加者。之前咧有邊啲參加者？有加拿大嘅參加者啦，有澳門嘅參加者啦嚇都有嘅。咁咧佢哋咧可以選擇係啦，到時候如果真係有海外參加者咧，我都會另闢一個最後一節咧，會用 Zoom 嘅一個嘅模式咧，去同大家上課，都係絕對係 OK 嘅，都係做得到嘅。咁呢個課程啦，一人嘅話咧就係2980，係啦，二人同行嘅話咧就每人係2580。咁咧今次咧第三期咧就有一個好好嘅好犀利嘅彩蛋啊，就係當你報名嘅話咧嚇喺呢段期間，如果你有一啲好深刻嘅夢境，好想真係單對單同我傾嘅話咧，咁個機會嚟啦嚇，我就會咧送一次傾夢睇自己線上1對1夢境探索45分鐘嚇一個嘅時段，同你咧真係好深入去傾一個夢境嚇呢個嘅服務咧就價值600蚊嘅。咁啊，另外啦，亦都會送一個輕鬆連結夢睡前靜心錄音。咁所以咧，大家聽完之後咧，呢個錄音咧，每晚聽完咧，即係都好大機會讓你咧記錄到夢境。因為我自己咧聽嘅時候咧，我啲夢境係爆棚嘅。平時已經多噶啦，即係聽完咧更加誇張咁樣啦嚇。咁其實我可能都唔係好需要聽啊。咁但係咧，呢個係幫助你嚇去做嚇今次即係呢一個夢修行，咁啊讓你更加輕鬆可以去進行啦咁樣樣。咁亦都係價值500蚊咁樣。咁所以咧嚇，即係你參與呢個課程就已經有禮物收啦咁樣樣。咁今日咧參與嘅朋友仔咧就更加有個彩蛋啦，係啦，喺2月5號係啦，即今日啦，2月5號12點前啊，即係11點59分前嚇，以優惠碼 Dreamer 2026年報名嚇，俾200蚊按金，咁啊即刻咧就可以係啦，以一個優惠價2680去參加呢個課程嚇，呢個係一人嘅價錢，二人嘅價錢就更加平嘅，咁大家如果真係你想參與或者想湊另外一個朋友仔咧，都絕對可以嘅。咁但係咧今日如果你覺得唔得啦，我係要一個朋友我自己一個參與嘅話，絕對歡迎嘅。咁大家今日咧12點前啦，即係11點59分啦嚇，咁咧就去報名連結就喺呢度啦，係啦，呢一個 QR code，大家咧就嘟咗呢個 QR code 啦，然後填翻嗰個報名表，咁最底嗰度咧就會話翻俾你聽下個付款方式咁樣樣嘅，咁你就 WhatsApp 翻啲資訊俾我就 OK 噶啦，咁餘額就喺2月8日或之前咧完成付款就 OK 噶啦，咁樣樣，咁咧我都停一停先，我都俾翻大家嗰條 link 嚇，讓大家都，誒，我開翻先，頭先可能咧。我要 cap 翻啊，係啊，頭先可能唔見咗，cap 翻先，係啦，咁大家可以方便係啦，咁樣樣啦，咁啊，大家嗰個報名表好似唔見咗報名表喎呢度，大家我再俾翻大家嚇，開翻個，因為頭先原先咧我係 copy 咗嗰條 link 嘅，不過唔緊要啦，讓大家即係喺呢個 QR code 係啦，需要嘅話咧都可以喺度嘟翻個 QR code 係啦，咁樣樣。好，大家會唔會有啲咩問題係關於夢境啊，或者係呢一個課程當中有冇啲咩問題係想去問翻嘅咧？
又或者可能啊，最近有冇啲咩夢境，你覺得啊都好想去分享一下㗎，或者係有啲咩嘅深刻嘅一啲嘢，你係想去傾一傾？如果冇嘅話咧，咁大家都可以係啦，喺我係咯，大家喺四方八面都認識我噶啦，咁所以咧，如果大家有啲咩疑問嘅話咧，都可以係啦，喺唔同嘅渠道當中咧，去私信我啦，關於個課程我有啲咩嘅疑問咧，都可以係啦，問翻嘅。好，咁啊，仲有2分鐘，係啦，咁睇下大家會唔會有啲乜嘢？如果冇嘅話咧，就可能係呢一度呢個時間咧，就完結今次嘅呢一個嘅夢修行1500天嘅心法。How about after March？Kate 嘅意思係 after March 嘅意思係咪？即係因為咧，我嗰個課程咧就會係主要嚟講係3月嘅，係啦。如果之後咧就，你嘅意思係你因為3月唔得閒，係咪即係冇時間參與定係點樣啊？可唔可以都補充一下？哦，你今次唔能夠參與啊嘛？如果你想再參與咧，就睇下幾時啦，係啦。嗯，今年因為其實咧，通常嚇，上年嗰個模式咧就會係叫做1年2次咁樣樣啦。咁今年就唔知嚇，暫時未知道係啦。咁但係如果你有興趣係啦，咁你都可以係咯，即係密切留意下有冇呢一個時間咁樣樣係啦。即係我都會公佈翻咁樣樣嘅。係啦，咁啊多謝你嘅興趣啦。咁其實真係好好玩嘅，即係之前都同第一、第二期嘅朋友咧，真係都玩得好開心嘅。係啊，好，咁啊而家9點15分啦，咁啊都多謝大家咧今日嘅參與，係啦，咁啊我希望咧即係能夠喺課堂之中咧同大家見面啦。好，咁啊我係林作 Presence，希望咧日後咧再同大家見面。